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那书后那个咧是台湾之光哦，来到民国63年的时节，台湾种香菇的农民都全世界最早打出嘅用太空包来种香菇的技术。来到台湾呢，种太空包香菇最多的地方係到台中的新沙咧，千特殊的客家莊。那種村面積有250公頃，一個一種產量佔嘅60%以上，同時咧造香菇嘅市場佔有率啦係80%以上哦。據所講呢，呢種年產出有20億元。台灣嘅香菇故鄉到新沙是一點也唔會差哦。不過安後嘅香菇產業以下面臨真大挑戰，所以講咧太空包輸出取得見來見困難。同時大陸進口嘅走私嘅香菇哦，加價錢只有台灣嘅4股1股天天，對市場影響非常大。到底咧香菇產業要幫伊行下去，要幫伊尋出新嘅嗰種替代嘅太空包嘅嗰種材料呢？像等下來到咧新沙嘅香菇形象上天蓬鬆嘅知名獎，請台黨來賓並台下種香菇嘅鄉親共同參加討論。開會了！一下來到節目嘅錄影現場，知名嘅面頭前咯，看到台下香菇嘅農民咧做黏黏哦，其實太家人種香菇嘅起碼也有20年，最多也有30年以上哈，所以睇下種香菇嘅種歷史啦，並種香菇嘅技術啊都非常嘅好。古所兩就打出嚟新沙喺台灣香菇故鄉一樣嘅好名聲。等下請您台下嘅鄉親咧，老台大裏邊共同討論新沙香菇產業用擺起一下好嘅前景和未來哈。不過節目開始以前，先俾你收嘅台黨裏邊，提嘅咧係你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作為生產組嘅副組長陳啟祥陳副組長，你好。主持人、各位新社的鄉親，大家好。好。沙地俾你收嘅係你嗰種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專門研究香菇的啊，香菇博士呂雲生呂博士，你好。主持人陳組長、羅總幹事以及新社區的鄉親，大家好。好。在來賓收嘅第三位來賓係你新沙區農會嘅總幹事羅文正，羅總幹事你好。主持人好，所有嘅鄉親大家好。頭先有講到吼，新沙喺台灣嘅香菇嘅故鄉吼，到底台灣嘅香菇主要係產喺哪個地方呢？除咗新沙以外，係哪度嘅也係出產香菇最有名嘅地方，所以看下因為樹板吼。所以看到目前用太空包來種香菇嘅三大產區吼，在你台中市還是主要係新沙那地方95%啦吼。台中市嘅太空包香菇95%係新沙種出來，有243萬包按多吼。再來看到第二名嘅係你彰化有259萬包按多，南投也有9802萬包按多吼。那全台灣用太空包來種嘅產量有26388萬包按多吼，你係農糧署嘅資料是講，第一其實新沙期嘅種嘅太空包嘅種植數量真係非常嘅多，佢產量佔60%以上。同時造香菇吼，各個版造香菇嘅市場佔有率係80%以上，非常嘅多吼。所以先請講台下鄉親吼，到底你新沙香菇用按好食吼，產量嘅種都按好吼，原因出到呢？咁咪請大家介紹一下吼，兩位先生。即個咱即擺所種的即個所在吼，佇早期內底吼，咱的技術較無遐尼好，尾啊漸大家栽種了後，吼技術慢慢的那個成熟，加上我們這個地方吼，這個台地吼，那個氣候吼非常的好，日夜溫差吼有日夜溫差適合這個香菇吼在這裡那個生產。所以等於說是這個天時地利，人也很打拼就對了。對，好。要加上我們這邊有那個白冷圳哈，很好一個那個水灌溉水源，水也很好。所以我們種起來那個香菇哈，非常的那個品質非常的好。好，所以這位先生告訴我們，這個新社呢，這個新沙的地方呢，土地好，水質好，天時好，年也當好，古時種出的香菇真要按好哈。我到底種嘅新沙有乜個條件，所以種出按好嘅香菇呢？還是要喊你先聽呢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
当年无意讲嘅香菇叶，一群工业当地嘅长等一对太空包好复杂嘅香菇，是看到价条汗流满多，就会味道会把握时间来炸。有上是连天讲3星点嘅就会来炸。香菇这么多吼，工人比较少吼，我们就有时候做3点，有时候做4点，假如比较没有就做5点、6点这样，习惯就好了啦，啦。你看我70岁了。也打咪喺台中先生，一陣個會拍平均溫度23度，中農作物一定合適。其中菜地香菇總額大約250公頃，佔全台灣60%以上嘅產量。頭擺係用樹葉來做，香菇產量有限條，變到以下嘅太空包。不過也按到年代太空包為用到嘅原料，其實見來見實嘅，應用香菇嘅產量還有品質。因為這個太空包吼。現在這個木屑不是說像之前那麼好，對不對？價錢有差了，因為現在這個木屑的話，也要看地方了。有的就是沒有像之前那麼好了啦。今年產量不是很多了。在木屑來源的取得的部分哦，有稍顯，就是受限於來源的問題非常的嚴重哦。那可能會參差夾雜一些不同的品種的木屑哈，那造成它生產的那個產量減少了很多。認真技術見來見實咧，古農希望政府做地處理，特別係用時數來同古農聽數個難關，不過林務局表示真困難。第一個人力的問題，經營者啊，通常係老雜啦，有聲音對你係有冇興趣啦。第二就講價錢唔好，就說提不起興趣這樣子，因為站在佢種樹喺照顧20年呢，也冇有聲音嚟做啊，老實講係難唔好啦。主題原料會得到無按規，40項香菇農強用社會係中國大陸做亞米果類香菇嘅問題都嚴重，其中假使是喺國內假使事故嘅事故，故所會教消費者用嚟搬出台灣同州市各類嘅香菇嚟當蔥油，買沒有買嘅優良。看它的這個地頭，我們台灣的它是手工剪的，所以長短不一。好，那如果是大陸的，沒有這個地頭。就是聞味道，然後看顏色，還有這裡面的顏色。台灣的香菇越新鮮哦，它這個越鮮黃是越好的。然後大陸的可能就是好，迄就無好。雖然台中先生人工係台灣嘅香菇故鄉，不過認真也按當年代氣候唔正常，已經是知道生產還有供應唔穩定。故所古農們希望農政單位做得成立專業嘅群眾研發中心，對同農民聽數種出更加好品質嘅菇類。好，看到新闻一样片，马上强高陈副组长，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说这新社是好在天时地利人和了哈。那就是说，目前这整个新社在台湾这个香菇或者其他菇类这个生产上面，在台湾整个整体市场来讲，它的重要性跟影响大概在哪什么地方？好，那个新社刚刚已经有介绍它的栽培量跟它的产量了哈。在整个全台湾国内的这个香菇来说，它主要是生产干香菇为主哈，如果以干香菇来算的话，差不多在国内来说占有60%哈，所以说它的相当的高哈。那当然还有埔里、鱼池那边哈，那边的话有干香菇也有鲜香菇啊哈，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干香菇的大本营就是在我们新社就对了。是。好。找香菇哈，找香菇大本营都对念行沙哈，他的强高吕博士就说，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天候的变化哈也蛮多的。虽然太空包我们刚刚看是都住在那个寮里面，好像有时候有进行的温湿度控制，可是现在就是很奇怪啊。譬如说春天的时候突然很冷，要不然夏天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样的热，或者突然哇一场大暴雨。气温又下降了很多，像近几年来这种天候的异常或者是急剧的变化，对我们新社的香菇的产量是不是已经有出现影响？那农事所这边是不是有提出一些因应的对策交给农民了呢？因为在以往在新社地区这个时候的气候应该是要降在20度上下，但是前几年它的气温往往都在30度左右。那香菇的菌丝在生长的时候，在30度C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在前几年的那个暖冬的情形下，因为一开始走菌就不好，所以导致它太空包的成数不良。
那因此影响到后期的产量。但是在去年和今年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是有比较冷，可是呢，它在出菇的阶段呢，温度呢，因为气候太冷了，所以它温度常常是寒流一来都在10度以下，甚至有5度的气候，那导致在出菇的时候呢，菇体它成长缓慢，所以整个的产量也受到影响。那在所里的部分，我们目前所以起菌和出菇那个时候的那个温度是很重要。对，所以我们新社这边种的品种，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在几度左右？这边新社地区所栽培的走菌的温度最适合的环境是在25度 C 以内，18到25度 C。所以你刚刚讲5度又太低了。对，出菇的阶段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控制在15到20度就好。那30度太热了。对，太高温，所以导致我们的整体的产量受影响。好，台湾你朴师讲的台湾那些农民都非常的厉害啦，当时用经验一年累积好嘅经验，种出好嘅香菇品质哈。不过你下种嘅气候变化安泰啊，故所用科学来面对哈。那农民好多有蛮现呢，请教一下你嘅罗总干事讲，目前你新社嘅香菇产量所天时影响有起有落嘛哈，但是看到你要有成立个香菇形象上圈哈。就是在香菇的行销方面哈，你哋还可以做斧头技的生产技术方面，你嘅农费那边做乜嘅事情来天数协助你农民咯？农费了辅导就7个产销班，了就3个产销班，然后就按个产销履历啦哈，然后就产销履历来讲品质的保证，所以讲就变那个产销履历啊哈，一定外销区的哈，所以你个香菇嘛就外销都太落去。好，所以讲，咱慢慢派外销。另外，销售的时候，一直做加工，因为他们卖相的香菇，一直做加工品，包括做香菇面线啊，香菇的贡丸啊，香菇苏打饼等等。香菇香肠。香菇香肠，你都卖到真好啊！哈。那个新社发货嘛真有名啊！哈，而且你的香菇香肠，都卖帮，都差卖帮外一万的啦！哈。按照2月份的时，还佫推那香菇苏打饼，好，那香菇饼干外销到四川的成都，好，所以讲要嘛做海外行销，好，另外嘛头办展售会，好，另外呢办产业文化活动，像去年推个泰国的迎菇神活动，办一些菇神活动啊，好来增加新社香菇的曝光率，所以从这个生产成本的广大，变那种的行销通路外销市场的打开，甚至那种的加工。嘅部分都全面來進行之出嚟哈。好，想我請教你台下來賓啊，對於你嘅香菇嘅產業哈，頭先台下來賓發言以後，有冇想法變建議嘛？想傾述好嘛？好，兩個先生。目前我哋生產嘅冇問題啦。目前咱做香菇嘅該菌種托付豐容喺度做呢。我希望上輩嚟重視咱是同新社開個研發中心啦幫咱哋。就香菇嘅菌種研發中心。同新社來做，做較好嘅品種出來，都唔驚太多菇啊嘛。好，所以個產量都行較穩定，一種品呢都個更新，冇老化都淘汰掉。對。好，感謝那個先生鄉親。謝謝。好，兩個鄉親。那個我在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我們那個菇類，政府以前都好像不大重視那個我們那個菇類包括香菇、金針菇等等產值大概有80幾億，但我們現在那個研究人員只有設在那個農試所的那個菇類研究室有4個，以前有4個，現在有6個那現按服務這個全台灣的那個菇農應該是不大足夠了。像譬如我舉例一下，說我們那個新社去年有到青源縣那個迎菇省他們青源縣人口大概有20幾萬。你說四川的那個？不是，那個浙江青源縣。有。他們人口有20幾萬而已，但他們因為他們那邊有種香菇跟五菇，跳舞的那個五菇。那個在那邊，他們政府就設了一個那個菇類研究中心。那我們像我們現在的話，台灣那麼大，只有4個到6個，應該是不大夠。希望說政府能夠能夠在農試所下面把他們菇類研究室提升為菇類研究中心。好，那針對這個。大家對這個菇類研究中心都有很深的期待。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呂博士你目前是6個同仁，是不是啊？那這6個同仁要服務全台灣的菇農有沒有很吃力呀？是比較辛苦一點。比較辛苦一點。您多久來新社一次？
因为农事所有一个地利之便，因为我们在雾峰区算台中市里头，所以加上现在那个生活圈4号道路开通我大概平均1个礼拜会上1次到2次。但是因为由于我们服务的辖区真的是广泛一点，那我们1个礼拜里头，我可能要到那个基隆啊、屏东啊，很多地方都得跑，所以大家人力上面是比较吃紧但是对于民众的服务，我们没有放松过这样。那您个人会希望你们这个研究室可以扩大成一个研发中心吗？以我们以产业的发展的立场来谈的话，如果有机会发展成研发中心的时候，那相信会对产业有所帮助。那这样子的时候，也可以加快一些菌种研发的速度，以及说做一些其他的部分，包含就是替代资材啊，甚至加工、运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的力量来协助。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副组长，你说针对这个农民都一直希望在技术方面甚至在菌种这个研发改良方面能够再提升，那这部分我们农粮署有这样的规划吗？或者说今天听了农民的意见之后，有什么样新的想法吗？好，针对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农粮署呢跟农事所也有决定我们有共同有规划讨论出来就是说我们为了要提升我们台湾菇类这个产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也2个单位也最近也都在共同在整合这个产官学研各个单位我们要成立这个菇类产业辅导小组。那这辅导小组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农事所以外，事实上我们还有要结合台湾的大专院校，像说嘉义大学啊、屏科大啊、大业大学，他们也都有菇类的专家，还有那个新竹食品工业研究所他们也有菇类的，还有菌种的专家。我们要结合他们这些专家呢，然后来做这个定期的到产地，到各个香菇的主要产地呢，来访视农民。那访视农民，针对农民如果有些什么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呢，也可以马上跟你们解决的呢，就会立刻跟你们解决。那如果没办法马上解决的，我们也会带回去呢，在来年的这个科技计划让优先看哪一位专家可以来做研究，然后来突破这个问题，来帮农民解决。我想这也是一个方法。那至于刚刚提到这个成立这个研究研发中心扩大这个人力的部分，事实上我刚刚讲除了这个菇类的产业辅导这个小组以外呢我们这个小组除了去定期访视以外，事实上我们也会针对来办这些类似这种讲习人才培训的这种工作，我们也会来加强做。所以成立中心，我们也跟着是农事所一样，我们是乐观其成的那可是，在成立中心以前呢，这些要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会积极来努力来做。像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香菇主要有2种，一种是你讲到的新沙青岛的太空包的香菇这个那种太空包的香菇，再来呢是一种您所讲的树的香菇都係兩種香菇有咩無相讓呢？你看一下你的種嘅資料你喺你先看到喺太空包的部分基本係用嘅你苦的樹啦、栗的樹、冰碰樹那種很硬的樹嘅嚟種磨咗幾時以後呢，加入呢個米糠啦、嗰種嘅保濕粉啊、碳酸鈣流水嚟攪香下以後呢，種到你土嘅地位落去然後還要經過這個殺菌啦、消毒等等滅菌讓你就會菌種不用落去地位。你喺目前台灣最普遍嘅香菇嘅種香菇方式，佢好處呢是因為種嘅熟土清潔，產量較大係你太空包香菇，再來看到係你嘅樹嘅香菇有冇無相樣呢？好，然後樹嘅香菇呢是用那種嘅，你講用樹嚟種你睇到研究種係用橡樹樹嚟種你用油桐樹嚟用種那個樹才會打孔誒孔誒打好以後，然後菌種放在這個樹洞裡面去用你種出來的香菇呢，它香，但是它產量是冇像太空包咁多，故所到量嘅提升方面呢，用太空包嘅方式來種但是呢，種嘅口感香氣呢，還係你嘅樹嘅香菇較多。不過樹嘅當然吃得啦我講你下用樹嘅種香菇，你用太空包嚟種香菇，嘅技術嘅蔬菜吃得都當困難的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農糧署這邊，就是說，其實香菇農一直提到說，太空包裡面的這個木材這個原料取得其實是越來越困難了那有這個，他們想說，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可不可以短期造林因為我們知道林務局的
造林是要20年嘛哈，那可是他们觉得说，我们这个太空包造林可不可以短期的，譬如说5到6年就可以来做哈，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大量的来补充他们这个太空包木屑原料不足这样一个困难哦。针对这个近年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木屑越来越不足，然后进口的又贵嘛哈，所以我们农委会呢哈也是有在研拟哈，就是说要能够推动这个短期性的这个造林哈，所以林务局在今年3月呢哈也有邀请这个主要产地的直辖市跟县市政府跟乡镇的农民团体有开会哈，有开会针对他们研拟的一个草案，叫做推动这个短期性哈，就是短滑期哈平地造林示范计划的草案。有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因为与会的这些代表们哈，还有一些还要厘清的地方，像说这个我们要示范推动呢，这个推动的这个区域哈，这个农地的这个区域，还有呢最小的这个范围。一个农户大概要多少面积比较合理哈？还有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目前的那个造林就是说20年嘛哈。对。那这个是他们打算是6年就可以了，6年你也可以到8年，可以到10年以6年的哈为主的。然后呢，那这样的话要奖励农民的措施要怎么算？要怎么算？是不是要考虑这6年里面农民所投入的这个成本？还有呢，还要考虑到什么？还要考虑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像说那个诱因啊，农民有没有诱因种啊？那个诱因要怎么？所以说这个奖励的这个标准哈，都要考虑这些综合因素，所以还要再经过评估。这是第一个，刚刚提到短滑期造林。第二个就是还有替代介质的这个方面也可以哈。那替代介质的话，我们从那个文献啊知道大陆哈，他们有一些草生的这些植物，他们事实上也有刚刚讲的木质树。所以呢哈，我们农粮署也在96年了哈，也就是有委托有补助这个大业大学哈，就是梁志清老师哈，他就针对那个玉米杆、玉米穗佐哈，还有就是青稞玉米哈，他针对这一个的话，他们有木质树，因为我们知道我刚刚讲过大陆有这些文献，所以我们也来做，我们发现台湾的主要的作物栽培面积最多的是什么？水稻，还有呢玉米。还有刚刚讲到的青稞玉米是牧草的用途的嘛哈，另外还有甘蔗蔗渣哈，这些资料就来研究看看。然后我刚刚讲到那个梁老师呢，他是用玉米的，包括这个玉米杆、玉米穗佐哈来做。那做了之后，目前初步做下来的结果呢哈，是觉得可以替代哈，就是它是做那个玉米杆拿来种秀珍菇，这个效果不错。秀珍菇可以替代差不多30% 以上的这个介质，是可以替代。可是呢，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要磨得很碎哈，这样才可以在那个进料的时候，在装田的时候哈，这样子才可以进去配合它那个现有的机械啊。然后，所以这个机械的部分要把它切碎，这个机械部分现在又在继续研发。如果研发 OK 的话哈，就没有问题，就可以来替代，至少3成哈。至少3成。那另外呢，农事所也蛮积极的，针对这一块，他也做了蛮多这方面的研究。好，那等一下农事所部分，我们请吕博士来回答。好，谢谢。好，谢谢。好，你提讲哈，做嘛要请那种替代性嘅一种材料啦哈，主要係你睇目前推辦哈，當然用睇35.5萬噸嘅基石啦哈，差唔多係運算過嚟係2300公頃安太平嘅樹拿哈，都係倒出嚟。做了基石嚟用，就面積多大要幾睇咧？有人講做係88隻，特別是太安森林公園安太，有人講係兩草高雄市嘅柴山嗬安太，按到樹嚟倒出，故所咧係請那種新嘅替代性的材質嚟做嗬。目前台灣那個陳副長講到，這個玉米杆，然後再當這個介質來替代的話，這種秀珍菇還不錯。那呂博士這邊，我聽說這個稻草也可以當這個替代性介質啊。那稻草做替代性介質，它可以拿來生產什麼樣的菇類比較適合？香菇適合嗎？在我們所內目前的研究，過去我們有嘗試利用稻草來測試，就是像是秀珍菇、杏鮑菇這一類的。那過去最早期稻草本身在洋菇和草菇栽培用量也非常大。那我們在替代介質的部分呢，我們確定在秀珍菇和那個杏鮑菇上面，它是產量上不會影響。
那甚至在有一些菌种、一些不同品系上面呢，它甚至有达到增产的效果。还可以增产、啊，还可以增产哦啊！但是在香菇的部分，由于香菇它需要的木质素的含量比较高一点，那用目前所用的稻草，它所能够获得的木质素的量不足。那加上因为那个香菇的栽培期较长，那所以呢，它的水分丧失较快。那稻草因为它含水力不足，所以你用那个来种的时候，会让产量不足。那目前我们在香菇大概它的就是譬如说它从这个出菇开始到可以采收，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一般我们从制作太空包开始到可以采收，这个地方要120到150天。哦，等于说4到5个月。对，那在采收的时候呢，它有采收到2个月到3个月的采收期，所以整体下来的时候，它已经超过半年。那稻草含水量、保水性就不够，保水性不是特别好。哦，是，所以不太适合香菇，但是适合其他的菇种。其他的，因为像袖珍菇和像是杏鲍菇，它是属于短期采收的。那因为太空包它内部含水量如果低于50% 以下，它就不会再出菇。所以如果它的短期采收它是可以解决，但是长期的话，稻草上面还要有一些克服的空间。那另外在所里头，我们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在替代介质的部分，我们利用新社另外一个名产杏鲍菇。杏鲍菇，因为杏鲍菇它是属于一次性栽培的菇种，那它使用的木屑用量也相当大。那我们利用它所栽培后的木屑来栽培香菇，目前有不错的等于说杏鲍菇的太空包这个废材再利用，对，拿来转化再做是香菇的这个。因为杏鲍菇它是种很短期，它只有45天到60天就采收，所以呢，它里头呢菌丝还没有办法利用到它的木质素和纤维素，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木屑呢，我们重新来混入新的木屑，然后加入一些营养，我们来栽培香菇。目前的试验结果在鲜销的品系921、922上面，我们获得的结果相当不错，每包的量甚至好的情形，它可以增产大概30克到40克。那合理的换算的时候，每包可以替业者多提供快将近4块钱的一个获利。那等于说，如果他种1万包的话，大概就可以增加15000块左右的这个。如果1万包的话，会多4万块出来。会多4万块出来。一包会多4块钱。一包多4块钱，所以1万包可以有4万块的这个哦，所以这个听起来的农事所这项这个努力还不错哈。好，那我想来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总干事讲，台湾民众一直讲到讲，如果成立菇类研究中心嘛哈，主要係唔係因為講你下菇嘅種類，來講嘅菌絲，那種嘅種按當年嘅哈，係咪有老化現象啊？來講嘅保存方面，然後甜食也唔好啊，因為種原因是在令民眾更希望講嚟做種嘅菇菌的這個研發中心、研究中心。咁呢方面，農fin用辦起來天數農民的整體來用一個研究中心咯。咱的香菇做起吼，这太空包吼，稍微的新产超6度到7度啦吼。目前因为咱的菌种的弱化吼，了超过3度到4度吼，超过太空包的废弃了吼。所以说，咱菌种的强化吼，人家吕博士的平农局的研究，农会愿意踏出来了吼，成立我们这个菌种的研发基地，也愿意提供场所。好，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个农政单位啊吼。在我们这个新社香菇产量占全国60%以上，应该重视新社这个地区，应该在新社成立我们的菌种研发中心了哈。那农会会全力配合我们农政单位来成立，甚至无偿提供场所。哦，所以说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菌种研发中心成立在新社就近，然后给我们菇农最新的技术、最好的菌种。好，感谢您个总干事啊！其实保持那种台湾香菇啊，用伊个好名声，新沙市的努力还非常的多哈。恁各位谈详细意见哈啊，像针对恁个菇菌研究中心或者方面有乜意见嘛？好，廖医先生，嘿。我们香菇最大的原料就是木屑啊。据我所了解，我们相思树在那个苗栗那边很多啊，但是它是禁采啊。我们希望政府可不可以辅助我们说采一些相思树？因为相思树你不采的话，它的年龄也只有40至45年，它会自然枯死啊。但是如果你把它砍掉的，然后它会再发芽，反而会造成说土地的那个。哦，对，等于说你是锯一半，就是没有把整颗都把它挖掉。不用把它挖起来，是锯一半，然后它会自己再发枝发芽。对，所以这个可能要比那个短期造林的时间。对，短期造林是一定要的啦，但是。事实上，现在现有的东西
应该是要开放出来利用，然后它又不会死掉，而且水土保持又做得到啊。哦，等于说在这个短期造林这个通过之前，可以先把这个部分来做考虑。对啊，现在我们的窘境就是木屑的问题啊，没有木屑啊。好，谢谢。好，还有哪个乡亲有意见的吗？那位先生。其实现在树木已经不够了，对不对？但林务局很多地啊，因为它是常年期的树啊，因为它林相，比如说昂岛山100年不能采啊，对不对？他故意的啊。但相对性，只要给林务局承树，有没有动短做就好了。比如我今年种，5、6年就可以采啦。但你现在是20年的那种都更没有办法用啦。对湾的农业，对湾的古农做保定是无法度用到的啦，讲实在的啦。你若讲茶贵，阮就歹生存啊；油贵嘛歹生存啊，同样的问题啊。是。就2样而已嘛，就介质东西嘛。除了甘蔗渣跟稻米，比如说稻杆有没有？稻杆它不是有机的啊，它有农化残土啊。但香菇上农化残土啊，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相对性，树木是木材的木屑最好用啊。但我们台湾木屑不够啊，很直接的东西嘛。是。但是林务局很有钱啊，他不租给你啊，他不给你去做啊。然后台糖他很有钱，他也不给你去做啊，因为他20年耕都嘛，对啊，同样的问题啊，所以怎么样讲还是没有用啊，有土地来去做才有用啊，没有土地没有去做，用了，你今年来讲，明年来讲还是一样，还是没有种树啊。好了，那等一下我们这个跟林务局同样单位农粮署，请这个陈副组长来把这意见带回去好了啦，好，还有哪个乡亲有意见的吗？针对我们这个香菇产业这个部分要不要设计？现在就是说菌种老化的问题，有没有？现在就是很多，现在目前香菇就是常常会长出畸形的，对，就是长出不是很完整的这个香菇的形体，就好像老母鸡下的蛋就比较不好了，对，它所以你们这不是完整。菌种比较老了，香菇也会变畸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说这是一个迷思，因为我们不懂，所以说刚才上面有讲的。结合专业人才，的确就是说就地去产地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在哪里。那农会有开课，你有去上过吗？没有。现在就是说，我们请上级就是给我们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因为除了说你原料的来源好不好，再来就是说它的成果，因为你今天种香菇主要是要看出它的成果。如果说今天的成数不好，也会影响到菇农的收成。那就是说也会一个循环带动整个周边的所有的那个所以说希望就是说，那再来就是说香菇真的是一个食材当中非常养生的食物，一定要让它继续的，就是让它继续的就是说生存下去，然后也真的是要吃到我们台湾真正的 Made in 台湾的好香菇，好不好？谢谢上级替我们重视，一定要积极的替我们争取我们所有的问题的困难点在哪里？好，谢谢。好，谢谢。其实台湾东岛乡亲都讲到，其实对那种的太空包材料的取得也就目前那种因为树的那就保育永续的那种的泥腐啦泥粒啦，故说咧，迄面有像做替代性那种的。介质，另外，长期的草林也讲，推动林务局嗰种嘅用气作的方式来扶土嘅草林呢，也系一只方法像头下后背一只乡亲讲到，其实中香菇嘅产业链其实是非常的长的从头前的太空包的生产啦到后背像你种植啦，甚至加工啦观光行业、服务业，所以1级、2级、3级产业都在这个香菇产业的。产业链里面故说要么也面对一样的挑战并问题呢，想先协看一下广告的还有各项台党来宾并台下详细共同参加讨论。